各位喺禪城石灣考慮買樓嘅朋友啊，呢個樓盤啊真係要重點睇睇咯。之前嘅話要去到200幾萬嘅4房啊，而家發展商咧清盤，總價160幾到170幾萬，可以買得到改善4房啊。而且嘅話咧400米就廣發地鐵口，落樓咧就有優豐天地同埋南小南中嘅好書包，所以配套非常之齊全啦。10分鐘王府井同埋暢產嘅配套都係俾到俾你嘅，走睇樓。今日帶你嚟睇過呢一間啊，121平方南北對流嘅超大4房啊，嚟感受一下成個客廳嘅位置都係非常之闊落嘅，去到4米幾。嗱，對過嚟呢邊咧就係我哋個涼晒區啦嚇，呢邊可以洗衫。嗱，主陽台嘅話咧可以做一個封窗嘅設計啊。嗱，呢邊係南向個陽台喎，而且高層嘅話咧係可以直接望得到世紀蓮同埋我哋佛山新城嗰邊嘅。成個陽台位置咧都非常闊落，差唔多去到6米幾至近7米㗎啦，連至我哋嘅長輩間。嗱，過去呢邊嘅話咧，你可以感受一下。嗱，入門口呢度係有一個遊花園嘅，而且呢一個戶型咧係單邊位置喎，即係非常之舒服啊，唔會對住人哋個門。嗱，呢度係第一間房，可以做成書房或者小客房都係冇問題嘅。咁過去呢邊咧就係我哋個食飯區域㗎啦，呢度放個窗台，嗱，隔離係涼晒區域。嗱，如果你考慮到封窗嘅情況下咧，嗱，呢邊咧就可以幫你洗衫㗎啦。嗱，同時咧，我哋廚房都係 L 型嘅一個設計，呢度完全可以放一個雙開門嘅超大冰箱。如果一家3口或者4口食飯啊，嘢全部塞滿都係夠噶啦。抽煙機、灶台同埋我哋洗碗機啊，呢啲都係全部交付標準嚟嘅喎。呢一套戶型嘅話咧，廣佛線地鐵口400米咋，而且咧仲有老牌嘅南小同埋南中嘅好書包，落樓就係優豐天地噶啦。呢個係我哋個公區洗手間，公室分離，所見即所得。呢個咧就係我哋個兒童房嚟噶啦。重點睇翻我哋個長輩間啊，呢間房咧俾老人家住真係非常之舒服啊！拉開個窗咧就可以沐浴陽光噶啦。嗱，主人房嘅位置咧就更加犀利啦。首先第一個唔對我哋個主人門，嗱，入到嚟呢度咧飄窗嘅位置同埋1擺8個大床都可以放得落。嗱，呢邊俾阿哥嘅，呢邊啊俾阿嫂嘅，仲帶埋我哋主套嘅洗手間。呢套戶型而家總價咧160幾萬起就可以揀得到啦嚇，特殊樓層。中意嘅話咧可以聯絡田挺睇樓咯喎。